嬷，你敢会当带我去佚佗？足无聊的呢。咱斗遮尔无闲，阿嬷脚头又搁无好，要安怎带你去佚佗？阿嬷，你想遐尔济要创啥？带我去佚佗啦！啥物？我想遐济要创啥？我看你是皮咧上。我哪有？阿嬷，你敢有想要去的所在？我是想要去台南，足久无去啊啦。安尼好，带我来。困懵困莫迷茫啦，等你若考着头名才搁讲啦。后来我得到头名，毋过阿嬷煞袂赴带我去啊。我一直咧想，阿嬷记忆中的台南，到底是生做啥物款？威严的帝君身上，朴实的老家，可爱的生理人，甲做事人，拢互我感受到一片土地的生命力。食一碗透心凉的妈祖庙串冰，体会到历史的滋味；啉一喙牛肉汤，体验阿嬷所讲的台南味。听阿嬷讲，伊捌对人拍过盐。看到一片一片的盐埕，就互我想到阿嬷咸酸苦正的人生。来到市中心，参观历史悠久的赤坎楼，参拜庄严的天后宫，举一张清香，向妈祖讲出内心的希望。互我大开眼界的是，国家公园树木青翠的景致，袂输那行入世外桃源。原来，咱所出世成长的故乡，有遮济珍贵的文化，有遮济迷人的所在，值得咱去欣赏甲保护。无论经过几百年，拢爱继续传承落去。后来，我变做一个文字记录者，用文字甲相片，互更较侪人知影，咱的台南是遮尔啊水。人捌故乡，感受到幸福的温度。